我在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先要那个上帝家的，就是那个上帝家的，就是把那个家的东西要教训他们，这个就来证明他们所拜的就是假的。我希望你们都能想开了，我拜的就是假的，我希望你们都能想开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有一起听这个教训，今天就第9课的教训的话题就是说的，不是他儿子，就是他父亲的，就是望你们都能跟着一了，我们一块到亚乌跟着一了，我们一块到亚乌刷那里，我们呢通过要经过天空，我们呢通过要经过天空，我们就坐顶上天的宇宙飞船了，那我就直接要说这个顶上天的宇宙飞船了，那我就直接要说这个顶上天的宇宙飞船，因为时间快到了啊！顶上天的宇宙摩西的律法，宣扬高好像打着高响，那因为在上经就说那个权力都是场外。这个就来表示在当代以来以色列的以来就不再需要这个奉献的接下来就是在献公物，好像是献猪血，谁要献公物啊？因为当时就是在有献的是上样的，就是好像要打着高响。错的话就是第66章，就是别把一俩都进。说是这个话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因为被毒奉献了，因为被毒奉献了，被卡住了。因为要先凭上面的，那我就是算了，就是没有赎罪。所以，如果你有决定跟着这位上帝啊，那最重要的就是寻找为你赎罪啊，不是你要坚持要不吃猪肉，或者是要种双死呀，就为你赎罪都没有啊！这样的道理简直是个胡说八道的道理。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吃猪肉，或者是要双死呀。你可能说一两你的话是太重了，我都对您都已经慢慢的来说。那我们就是来一起要说关于这个话，因为假如说你在弄死这个法院有问题，我们就打个比方说，就是你在弄死，我说的就在马达加斯加的法院等等，各个国家都有各个法院。在这个弄死这个法院有个流程，你应该有寻找，别吓到了。我要把这个来说那个颠覆也法也无说，我就按照那个法律带公牛上面绵延的，然后把这个公牛要向这位上帝和这个又是违反法律又是厌恶的东西，这个像颠覆也法要直接要挑战。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是怎么是。这个是太危险了这个奉献的这个还有上样的，要从以色列的会众的63节来开始念吧。这的罪要1年一次为他们赎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奉献要从那个罪孽不为你赎罪呀，不是那个不知足啊，或者是要损失1%啊，不是那个不知足啊，或者是要损失1%啊，或者是说要双死热。是的说你是老师都非常要话他就不停的祷告，是的说你是老师都非常要话他就不停的祷告，你真以色列的天赋其他的国家你们
做的是什么？你们宗教里学的，谁要教你们这样的？天父也挖有，你们就不明白这个是在哪？我们先要念下载以赛亚说第二章，要念下载以赛亚说第二章第六节，我们要念下这个话，以赛亚说第二章，这个是在哪？以赛亚说第二章第6节，地不向他们的跪拜。一直要说你们要转过来吧，所以他们一直不听，这个就说你们要转过来吧，所以他们一直不听，这个就叫天父耶和华愤怒，他们就说了长发。以色列的儿女就说了天父耶和华愤怒，他们就说了长发。以色列的儿女就说了长发，这太危险了。我们掉的经文往后退步，你们都看到了。第5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说着自大吗？以色列的一直要退步，你们已经都逃脱了全心发昏作敬重的心安。第13节，这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先虚浮的公物，先秉持我所掌握的约书和安瑟热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掌握的作孽的。在第6节要提耶利米书第16章第16，你讲这一切的话没什么罪孽。你亚法就对他们说，亚法说，因为你们的天父亚法就不像他们叫容忍的，因为我并不像你们的施恩的话，就是的这个话就到这边就结束了，这个就走过了。因为这话就说你们越隔绝就不好，就不能动了，因为这个奉献的公物不可以再动的，那是要在这个之下都是放，没有任何人能解开这个奉献的公物要停掉了。那是要在这个石雕之下，就是从以赛亚要发言到在这个石雕之下，就是从以赛亚要发言的时候，我们想说一个就那个玉米就被发现了，那这个情况是不好。那现在你们都要说是一个都是在犯罪，因为你们不能去在犯罪，因为你们不能去那个持续的蘑菇有教你们不能去的，持续天父耶和华已经说持续天父耶和华已经说这个不可以再做，所以你们在做，所以你们不是被废掉了，他们的想法是都们要学，学搞本人的，有时候是别搞本人的，有时候是他们要教人的，要总说这个是调剂你只要天父耶和华要把这个奉献到公务要督住，这个要督住，这个耶稣来替换这个礼物，要叫你想开了。我请你们都要听的是法国的电视的法国的新闻有商见的，就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奉献到公务，天父耶和华把他又卡住了，因为他是不可以有商见的，不可以加电的，所以天父耶和华把他又卡住了，所以你不要在进去放了中说这个是调剂就是没有你受罪
因为天父耶法就是把他卡住了，就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好，因为他要把正好要告诉你们，你可能说你是好像要自夸的。那我不自夸是我，那自夸是谁呀？因为我自夸我的时候就是他说我们然后他们说我们没有这样行的。那除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把它放在哪？你们说就是那个上帝啊，他不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上帝有生了的，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没有生了的，亚伯拉罕的上帝他叫亚法，他生了就是亚乌说。他们就是把这个假上帝要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这个就跟按照那个刚才我们念的那个以利米亚先知的话，他们就要释放别的神，要敬拜别的上帝啊。因为他们都把这个假上帝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做的简直是一个恐怖的。你知道的，国家不仅是有释放那个假上帝，那这个呢还逻辑就是哪当了？那你说这个跟那个叫警察的就是一个后罪人的有叫警察没什么关系的，就是你们要说是一个有上交的，却你们做的迷惑人的。他说第16章，他们把这个宫女的那个上羊的那个绵羊来替宫女的那个上羊的那个绵羊来替换了耶稣的身体。那就是那个飞弹来爆炸的时候，你们就要大的要求不要来攻击。你们用什么法子来反对？就是天父耶和华要把这个放线的公物要拆掉的时候，那你们怎么能够说这个耶稣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的所做的是让人的要搞笑，真的是要迷惑人的，又不是那些假上帝啊，那些假上帝啊，就是你应该有想开，原来这个方向的公物是已经被卡住了，天父耶和华已经住了。天父耶和华已经把他搞住了，去其他的屋子能够把那个假上帝要放进去啊，这样的想法真的是肉上帝要放怒，真的是肉大不给在总说23章第19节。神非人的必不知说谎，也非人者必不知祸害。他说话的岂不照着真心呢？他发言的岂不有成就呢？这位天父耶和华他非人的，所以他不要随便改动了。他说有这个卡住了，就不可以再动，不像人民一样的，你说有卡住了，然后就解开，卡住了就解开了。因为他一说是这个是别堵住了，这个就是永远别堵住了，永远不能解开。所以我们来到天父也这个是交接中呢，他们就做糊涂的事情，把这个耶稣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那我们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说话的时候，在天父也发生十分生气的，因为天父也要把这个奉献的公物要拆毁掉了，那谁都不能进去啊。这您都看了那些假上帝他是怎么做，他就把这个要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我们这个都明白呢。亚伯拉罕的上帝天父耶和华，他要把这个奉献的公物先停止了，因为这个就表示他拆毁掉了，因为不再需要了。
因为借着这个情况，这个是调解这个摩西的律法不在中说的，那为了这个，他的儿子就来了。因为他的儿子的工作就是来确认那个他的父亲的话，因为他就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建立了新的联盟。因为这个都已经不需要，所以必须要把它要拆毁掉，所以必要向上帝的儿子要宣告烹饪的，或者是用污蔑使徒们的说是使徒们是要教人的中说这个是调解，因为这个都已经别搞住了，是哪个使徒们要把他要把这个是调解给人中说的，连他儿子都不懂这个，因为只要他父亲要把他堵住了，他是非人不必说谎的，所以他永远把他要堵住了，所以那他儿子没有解开了，因为他儿子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来确认的，因为这个是调解这个旧的联盟，就是颠覆耶法已经把它又拆掉了，为了把那个新的联盟养殖下来了，就是必须要颠覆耶法，要说蒙召你来到耶和华，你耶和华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来叫全世界的人能看到全世界的人能看到，就是不要再总说这个是调解，他要在钉在十字架上的说把摩西的律法而是调解要被废掉了。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明天的话题吧。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明天的话题吧。我希望就是他的先把这个是调解和摩西的打搞了。亲爱的天父呀，非常感谢你了，多亏你感谢你这个宣告了，多亏你感谢你这个宣告因为这个话是从天上天来的，你把这个话转告我们，为了叫他们到父亲开了，要听到这个真理，他们都能想开了。亲爱的天父爷爷吧，荣耀就是要归给您的，感谢您也无说，就是您的，感谢您也无说。就是你所赐给我这个权柄的，我感谢您的，就是为了传扬